感谢雅俊的报道。咱继续来看，卫福部即马嘛是佮宣布提供1000万剂的快筛，全台湾有4500间的药局拢会使来领。有药师就讲，这根本就是要甲要过期的快筛，拢等候基站来处理。这卫福部长许水官是表示，大部分的期限拢有到年底，若是有问题，会当向疾管署来反映。社区药房的门口有放一箱 COVID-19 抗疫快筛试剂，民众唔免找健保卡，会当免费摕。不过即马疫情退烧了，真侪人出来一个库存，拢讲用袂下着。家里有了啊，你再拿你多余的。我自己是不会啦，但是可能有些人有需要的话，那应该还是会去领。但是快筛试剂摕起看卖咧，有效期只能到6月初8。有一个人本来想要摕，毕业就放弃。社区的药师讲，卫生部伫顶礼拜才公告政策，时间真赶，而且病或者是药房，若是无回答，就当作是你动气。过无几工就收到几多箱的快筛试剂，根本就是将问题拢等候基层去解决。我相信是发不完的哈，因为它只剩下1个月的效期，政府要发应该是今年1月那时候就应该要发，不要就是说这样子一做就把一些这种烂摊子丢给我们基层社区药局。卫生部长许水员讲，这是假设药房伫咧快筛部分，当期继续为民服务。大部分的快筛试剂有效期拢是到年底。若是药师有无共款的意见，会当向疾管署反映。那因为过去也都一直是这个样子，那如果有相反意见的，当然可以跟 CDC 来做反映。1000万剂效期自5月底到今年底快筛试剂，即马拢已经寄出去啊。试水员提醒讲，那进入秋冬季节的时阵，疫情可能会搁再升起来，到时会用到。全台湾4500多间健保特约的药房，拢会当领到免费的快筛试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